后来继续来到婚林的高坑，有一个做咖啡的业者，以健康为诉求，开发出一种全新的绿咖啡的产品。这饮起来甲一般的咖啡完全无同款，加一寡中药香甲回甘的口感，特殊的风味，嘛，互伊的产品来入选到今年度的婚林良品。第一次我们冲400的水，高坑乡有一位咖啡业者张建科，几年前因为身体关系开始追求健康的饮品，即摆就透过控制烘豆的温度，研发出真特别的绿色咖啡，甲咖啡豆仔本身好的元素做保留，饮起来嘛加一寡中药芳和回甘的口感。牛蒡的味道，有人参的味道。有黄芪的味道，还有山苦瓜的味道。绿色咖啡是对健康的追求，虽然牺牲咖啡本身迷人的香气和口感，不过张建科希望会使将咖啡这项产物做更较侪无同的变化和运用。虽然这原料都一样，但是它那个做法不太一样，爱也好，过嘛不讲。这项绿色咖啡强调的是低温烘豆仔，佮有后续的发酵，保留咖啡本身一寡好的成分，所以产量真少。嘛因为这个特殊的口味，所以这项产品入选今年度的婚林良品。